你已经年过60，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您看见的是累积了一辈子的智慧，但有时候你也会感觉动作慢了一些，身体沉重了一点。也许您的双腿容易感到疲倦，或者发现脚部水肿的频率偏高了。您可能会认为这就是片老必经的过程。没错，岁月确实会改变一些事情。但如果我告诉您，此刻在您体内流动的生命力，也就是您的血液和血管，掌握着让您感觉比过去几年更轻盈、更敏锐、更有活力的秘密呢？那种慢动作的感觉，通常与您的血液循环是否顺畅息息相关。试图想象您体内神奇的血管系统，就像是一座大城市的道路网。如果这些道路被交通堵塞，一切都会慢下来。这正是当您的血流状况不佳时会发生的情况。这会影响您的心脏、体力、记忆力，甚至影响手脚的温暖程度。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健康的血液循环不仅是长寿的关键，更是60岁后活得精彩、充满活力的关键。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长寿，而是充满生命力。这是一个常见的景象。当您久坐站起来后感到头晕，或者注意到小腿呈现深蓝色或紫色的色泽，这是您的身体发出的强烈讯号，告诉您这些液体通道需要关注了。您的心脏是一个神奇的帮浦，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需要确保它输送血液的管路保持畅通、有弹性且宽阔。当血液流动顺畅时，您的身体能有效率地获得所需的氧气和营养，废物也能被迅速带走。这就是感觉良好的定义。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7种简单美味的日常饮品，它们就像是您整个循环系统的强大清洁。对，这些不是什么奇怪的粉末或昂贵的保健食品，这些是天然简单的补充品。您现在就可以开始制作，而且大多直接取自您的厨房。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第3种饮品是一种简单的厨房香料片生成的黄金液体，它拥有令人震惊的力量，能放松您的血管并支持健康的体内环境。最后一个技巧虽然非常基本，但有80%的银发族都做错了，因而错失了提升精力的根本机会。我是林医师，我的目标是提供您实用且经证实的工具，让您每一天都感觉处于最佳状态，掌控您的健康旅程。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将探讨饮食中微小的改变，如何能对您的感受产生巨大的影响。您将了解到血液需要什么才能保持稀释和流畅，如何帮助心脏减轻负担，以及如何鼓励腿部那些微小的血管保持张开和弹性，从而减缓不适并提升活动力。我们不只是在谈论饮料，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简单强大的行动计划，一张通往更加循环的路线图。这不是关于医疗治疗，而是关于简单的天然滋养，支持您身体原本就有的繁荣能力。让我们从清单上的第1款强力饮品开始吧。第1种饮品，阳光柠檬饮。您可以做的第一个简单改变，就是在温开水中挤入柠檬汁，特别是一早醒来的时候。这不仅是您一天清爽的开始，这是一个聪明且温和的清洁仪式，作用于血管健康的基础。柠檬汁富含一种特殊的保护性营养素，称为维生素 C。维生素 C 不仅能帮助您的免疫系统抵御感冒，它在胶原蛋白的生成和维持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把胶原蛋白想象成一种灵活的支撑材料，它构成了您所有身体组织的结构，包括血管壁。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些血管壁自然会失去一些弹性，变得有点僵硬或脆弱。这种僵硬会迫使您的心脏必须更努力工作，才能将血液推送到整个系统，就像是捏住一条硬化而非柔软的水管一样。
为什么？这对60岁以上的您很重要。灵活有弹性的血管意味着血流的阻力较小，这能减轻心脏的负担，有助于降低血管内的压力。血管壁越强健、越柔软，您的血液循环就越容易自由流动，特别是流向离心脏较远的区域，例如您的双脚。早晨喝一杯柠檬水，也能给您的身体一个温和的推动力，冲刷掉夜间累积的废物。它鼓励肝脏和肾脏进行自然的清洁工作，这反过来有助于保持血液更干净。每天早上用半颗柠檬挤入一杯温水中，开始您的一天。这是一个简单的习惯，但对长期的血管健康和降低心脏负担的回报是巨大的。这是为了让每天早晨的生活流动更加顺畅。这个小动作的力量在于持之以恒。第二种饮品，红色活力根茎饮。我们的第二种饮品是一种鲜红色的果汁，因其对心脏和血管的深远益处而在健康界声名大噪。这就是甜菜根汁。别担心，您不需要直接单喝它，它有一种土味，所以您可以轻松地将其与苹果汁、胡萝卜汁或一点新鲜生姜混合，使其片得美味。这里的秘密成分是一种叫做天然硝酸盐的物质，在甜菜根中浓度很高。当您喝下这种果汁时，您的身体会将这些硝酸盐转化为一种微小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就像一个讯号，告诉您的血管去放松、舒张并张得更开。这个总放松作用对于促进全身更好、更轻松的循环至关重要。对于长辈来说，这个总放松效果特别重要，因为它直接解决了随着年龄而来的血管僵硬问题。更宽阔、更放松的血管，意味着血液能更好地流向身体的每个角落，包括需要持续氧气的大脑，以及您疲惫的双腿和双脚。这种效果也有助于自然缓解血管内的压力，从而减轻心脏的工作量。想象一条偏窄的河流与一条被允许流得既宽又深的河流，宽阔的河流流动起来毫不费力。这就是甜菜根之中的化合物帮助您身体达到的效果。即使每周只喝几次一小杯，也能显着改善您的活力水平，以及经过一整天活动后双腿的舒适度。但令人惊讶的是，您可能认为每天吃沙拉就足以支持循环系统。这当然是一个开始，但为了获得真正有感的血管支持和强大的血压调节效果，您需要来自这些特定饮品的浓缩剂量。请记住，持久改善循环的关键不仅在于您偶尔吃什么，而在于持续摄取有针对性的辅助营养。第三种饮品，黄金抗炎茶。现在让我们谈谈我之前提到的黄金液体，它来自一种简单的香料，这就是姜黄奶或姜黄茶，通常被称为黄金牛奶。主角是姜黄内部一种亮黄色的化合物，称为姜黄素。清澈、健康血管的最大威胁不仅仅是僵硬或斑块，还有慢性的隐形发炎。把发炎想象成血管内部持续的低程度刺激或摩擦。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无声的刺激会损害血管内壁，使得粘稠的循环问题更容易产生。这个过程通常在您没有感觉到任何直接疼痛的情况下发生，直到问题浮现。姜黄是一种强大的天然舒缓剂和保护剂，它有助于平息内肿内部刺激并减少低度发炎，支持血管内壁，并鼓励顺畅不间断的血流。对于我们这些年过60的人来说，慢性发炎通常是一个沉默的敌人，会导致不适、僵硬和关节问题，这些都会接影响我们的活动能力。一杯温暖的姜黄茶或姜黄奶，或许再加上一小撮黑胡椒，这有助于身体
更有效地吸收姜黄素，将成为您全身舒适且具功能性的补品。这是数百年来的智慧，现在得到了现代科学的强力支持。它提供了一种舒适且深远的方式，从内而外自然地支持您的心脏和血管健康。这是完美的晚间饮品，在促进放松的同时进行内部清洁工作。第4种饮品，基础补水。这一点看似简单得过分，但我向您保证，这是我看到长辈在健康循环方面所犯的最大、最常见且影响最深远的错误，那就是简单的白开水。您的血液大部分是由水组成的，如果您即使只是轻微脱水，您的总血量也会下降，剩下的血液会变得更浓稠、更粘滞，心脏也更难泵送。想象一下，试图用细吸管吸浓稠的蜂蜜与吸清水的区别。浓稠的血液会给心脏带来巨大的压力，迫使它工作得更辛苦、更快，而且关键是，这会减慢将赋予生命的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肌肉和大脑的速度。结果就是那种迟缓的感觉和脑雾。为什么这在60岁后会成为如此普遍的问题？因为我们自然的口渴讯号，也就是告诉您该喝水的那个机制，实际上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显著衰退。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口渴，知道我们已经相当脱水了。这意味着您不能等待讯号出现，您必须采取主动且有意识的行动。这不是要您一次灌下一大堆水，因为那样身体通常只是很快的将其排出。重点在于整天持续的小口啜饮，随时在身边放一杯水或一个小瓶子。每小时喝1小杯水，对您的血量来说，远比早晚各喝2大杯水要好得多，也有效得多。水分补充是您能采取的唯一最基本且最廉价的行动，以保持血液流动顺畅，防止身体和心灵出现那种沉重、疲惫、迟缓的感觉。在我分享下一种具有悠久护心力士且出奇美味的果汁之前，我希望您现在就许下承诺，看一下时间，答应自己在接下来的一整天里，每60分钟就喝1小口水。您喝下的每1小口水，都是对您心脏的长期、健康以及腿脚舒适度的直接、及时投资。第5种饮品，莓果爆发果昔。我们清单上的第5项是简单美味的莓果果昔。请将注意力集中在深色、颜色浓郁的莓果上，如蓝莓、覆盆子和草莓。如果您喜欢的话，甚至可以是深色樱桃。这些美丽水果的深邃浓郁色彩，来自称为花青素的特殊保护性化合物和其他强大的抗氧化剂。这些化合物本质上是您脆弱血管壁的强力保护者，它们就像一个灵活的盾牌，有助于强化那些有时会骗弱病导致可见问题，如蜘蛛网状、静脉曲张、容易淤青或手指、脚趾持续冰冷的微小血管。想象您的血管壁是由一系列微小的柔性砖块组成的，花青素就是将这些砖块粘合在一起的超强支撑砂浆，确保墙壁保持坚固和完整。对于长辈来说，经常食用这些莓果，有助于维持血管的结构、完整性和弹性。这对于身体末梢，通常是问题最先出现的地方的强健循环，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将一把冷冻莓果，通常比新鲜的便宜，且同样营养，与一些水或一点原味优格混合，制成快速的循环，促进点心。它味道棒极了，带有天然的甜味，并且正在做基础性的保护工作，以保持您的血管强健、灵活和畅通。这是支持您长期心血管健康最简单、最令人愉快的方法之一。第6种饮品，暖身生姜茶。
我们的第6个循环促进剂是温热的生姜茶。生姜在许多健康传统中因其温暖身体的能力而闻名。这种温暖效果时，既上是它能够温和地促进血管稍微扩张的直接结果。这种扩张过程能立即帮助血液更自由地流动，减少心脏所需的费力。对于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是那些经常感到寒意、对冷敏感或长期手脚冰冷的人来说，生姜茶是一种舒适且功能性极佳的选择。您感觉到的温暖其实是到达您皮肤和四肢的血流量增加，它可以帮助提高血流的整体效率，将至关重要的温暖和急需的氧气输送到您较冷的四肢。此外，生姜是平复紧张或不适肠胃的绝佳天然成分，而肠胃不适通常与其他身体不是很紧张相伴而生。您可以用1-2片薄薄的新鲜生姜根在热水中浸泡，或者使用品质好的姜茶包。饭后1杯可以帮助消化、放松身体，并在您准备晚上休息时促进循环。您可能认为，在添加了这6种强大的饮品后，您已经做得足够让循环恢复活力了。您确实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但最后一种饮品专门解决一个让血流困难的常见问题：血液本身含血管内壁的粘性。第7种饮品，酸味能量饮。我们清单上的第7种也是最后一种饮品，是纯的无糖的红石榴汁。我们必须强调无糖这个词，因为添加糖会产生反效果。红石榴确实很特别，因为它们富含特定类型的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这些抗氧化剂主要集中在保护您的血管内壁，也就是最内层。研究强烈显示，红石榴中的化合物有助于保持血管内表面光滑、柔软，并且较不容易堆积粘性化合物或刺激物。对于长辈来说，关键的独特好处是，它有助于维持血管内表面光滑、不黏腻、抗摩擦。这意味着流经的血液阻力更小，并且大大降低了血液中那些粘性颗粒聚集或粘附在血管壁上的机会。把它想象成在血管内部涂上一层保护性的光滑涂层，它让一切流动都只需极小的摩擦力。只需1小份定量的这种酸味果汁，也许混合1点水或气泡水来中和味道，就能提供每日剂量的强大基础血管保护。它是一种强烈、浓郁的味道，提醒着它正在进行严肃而重要的工作，以保持您的循环健康、畅通无阻并受到保护。现在您已经拥有了这7种强大的天然饮品。我们需要解决一些可能会无意中破坏您改善血流努力的常见观念。我经常从60岁以上的人那里听到3个广泛流传且令人沮丧的关于循环的迷思。我们现在需要用明确的事实来澄清它们。迷思一是血液循环不良是变老不可避免、无法治疗的一部分，这是绝对错误的，而且是一个非常令人无力的信念。虽然随着年龄增长，出现问题的风险确实会自然增加，但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并应该简单地接受持续的疲劳或腿部沉重感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您的身体具有惊人的适应力、动态性和反应力，即使在您60、70岁及以后也是如此。透过添加这些特定的滋养饮品，持续温和的运动，并做出简单的食物选择，您可以显著改善血流的舒适度、效率和感受。无论您过了多少个生日，身体都会对持续的对性滋养跟适当的运动做出反应，开始扭转那种迟缓、沉重的感觉，并重拾精力，永远都不嫌晚。迷思2：如果保健食品瓶子上写着促进循环或静脉支持，它就能自动解决问题。您必须在此保持谨慎和健康的怀疑态度。许多昂贵的保健食品做出巨大的承诺，但是它们并不能解决您的问题。
但它们往往缺乏您身体每天所需的基础生物可利用营养素，或者它们无法被您的系统正确吸收。真正可靠的力量在于全天然的食物和饮料，就像我们讨论过的这7种。您身体精密的系统确切知道如何处理和利用存在于真正的莓果、柠檬或一片生姜中的保护性化合物。不要依赖药品里那些不可靠、昂贵的速效药。当您自己的厨房提供了更好、更便宜且更可靠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能与您的身体和谐运作时，请以天然食物为优先。迷思3：咖啡或一般茶类算作是对循环有益的水分补充。虽然早上喝一杯纯黑咖啡或一般茶类适量是可以的，甚至有一些抗氧化的好处，但这些饮料含有天然化合物，实际上可能会产生利尿作用。这意味着它们会鼓励您的身体透过增加排尿来排出水分，它们无法像白开水或这些特定的有益果汁那样有效地维持或补充您的血量。您每享受一杯咖啡或含咖啡因的茶，请确保多喝一杯白开水，以真正支持您的血量，并防止血液不必要的偏浓稠。这对良好的血流是适得其反的。了解什么是真实的，什么只是普遍的迷思，是采取真实、有效且持久地掌控您自身健康旅程和身体舒适度的第一个最关键步骤。60天执行蓝图，您现在拥有了一份强大且有证据支持的饮品清单。但如果没有一个实用、简单的行动计划，清单是无用的。我们将为接下来的60天制定一个简单、无压力的蓝图。整体目标是让这个例行公事成为您日常生活中自然、愉快且可持续的一部分。每日基础，每一天都务必以阳光柠檬饮开始，将半颗柠檬挤入一杯温水中，在吃任何东西之前慢慢喝下。这个简单的动作为您的肝脏、肾脏和循环系统开启了一天。接下来，坚定地致力于基础补水，设定闹钟或简单的提醒，整天每60到90分钟喝1小口水，这是没得商量的。您必须有意识地摄取水分，以保持血液稀释和流动顺畅。每周轮替，您绝对不需要每天喝这全部7种饮品，那会太多也太复杂。我们将轮替这些更强效的针对性选择，以保持简单有效。星期1、3、5，喝1小杯红色活力根精饮甜菜根汁，也许混合在您最喜欢的莓果果昔中，这是您强力的针对心血管放松和血压支持日。星期2、4、6，在下午或傍晚享用一杯温暖的黄金抗炎茶，这是您致力于平息内部刺激和促进内部和谐的舒缓保护仪式。星期日，制作1大杯浓稠的莓果爆发果昔，使用您最喜欢的深色莓果混合水或原味优格。这是您强健、灵活血管壁的结构支持日。当您感到特别寒冷、疲倦或想要额外防护、发炎和僵硬的那几天，可以随时加入暖身、生姜茶和酸味能量饮红石榴汁作为强力补充。试足在主餐后喝姜茶，并姜红石榴汁作为上午的提神饮品。可预期的成果，在这60到90天的过程中，您实际上现实中可以期待感受到什么？请保持耐心，持之以恒是看到这些成果的关键前15天。您可能会注意到整体的精力水平有立即的正向改变，以及您感到口渴的频率。您可能会觉得身体轻盈一点，脑袋没那么迟钝，因为您的身体单纯只是水分更充足了，而且初期的内部清洁正在发生。你也应该会注意到排尿更频繁、更清澈，这是排出毒素的好迹象。
30天，您应该开始看到肢体末梢有明显的差异。您的手脚可能会感觉持续较温暖，小腿、脚踝或脚部的任何持续性浮肿或肿胀，到了这一天结束时可能会明显减少。随着大脑获得所需的氧气，你也应该会体验到更一致的思绪清晰度和专注力。60到90天，这是长期结构性益处，真正稳定下来并成为永久习惯的时候，你应该会感到持续的更强健、更有活力，与血液循环不良相关的僵硬或不适僵险着减轻。这种持续的天然滋养减轻了心脏的负担，改善了整个系统的整体功能，并使日常活动变得更容易且更愉快。这种持续的活力就是60岁后真正感到重或新生的样子。我希望您现在花一点时间，真正想象一下90天后的样子，想象自己在慢长活跃的一天后坐下来，也许您已经在花园里忙了好几个小时，快走了一趟，或是花了一个有趣的下午追着孙子跑，而您的双腿并没有那种深层、沉重、熟悉的疲劳感。想象早晨醒来，感觉步伐明显轻快，心智有一种你以为多年前就已失去的敏锐和清晰。这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幻想，这是以深切的尊重和专注的滋养来对待您身体最重要的运输系统，您的循环系统所产生的自然可实现的结果。这7种简单的天然饮品不是神奇解药，但它们是强大、易于取得且令人愉快的工具，将疗愈和持续活化的力量直接交回您手中。您值得每一天都感到充满活力、精力充沛、舒适且完全活着。如果这支影片帮助您了解如何改善体内循环，请务必为我做2件重要的事。首先，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您打算先尝试这7种饮品中的哪一种，并分享您的年龄。这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互相支持、鼓励人们掌控自己健康的社群。第二，按下喜欢按钮，帮助这则讯息传递更多人，并订阅我们，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下一支影片。内容涵盖3种简单的益智运动。即使您无法长时间站立或行走，也能解锁下半身和腿部的循环。您通往更精力充沛、更舒适生活的旅程，就从今天一个简单的选择开始。明智地选择您的饮品吧。